解封，你们这是解封的态度吗？啊，你们这非生活用品，光这个水果就5件啊，哪有像你们这样干事的？天天喊着解封，天天喊的憋得不行了，在家里面，你们就是在这疫情当中就是起这样的作用吗？啊？看一下我们的志愿者用车把大家东西全部拉到位了，看到没有？来看一下，看看啊，来看看我们的咱们的业主的这纸，看一下，你就算一家用这么一提子，你就算一家用这么一提子，你这一提子，来拿起来我照一下，哎，这一提子你们准备用2个月是吧？啊，还是3个月？你们那就照2、3个月封，你们又不愿意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们照2、3个月封，你们又不愿意，来看看，来看一下，2604水果，来阿克苏的苹果，看看，来香梨，看一下香蕉，来打开，看一下香蕉就是1箱，来这边是啥？这边是啥？苹果也是苹果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啥？橙子，来打开，这边打不开粘上的，这是橙子，这是也是，这是橙子，对不对？看看，大家我们都看一下啊，2604，就光水果就是5件啊，来，2604的羊，这是1只吗？半只我不知道，这么大坨，对不对？就像你们这样的购物吗？啊，如果你们每个人都这样购物的话，你们就不要出来了，知道吧？你们就不要出来嘛，你们不要说解封，对不对？你们解封，你们这是解封的态度吗？